一场太平等上会改变一代人的人生咯。10年前，本来在学校做营养午餐主厨的彭桂华，以出到当结杀，40岁过后又出到小平。在路卡人同朋友的支持鼓励下，伊唔单止平路好诶，还佢出家呢考到的4点1级证照，2008、2009年还拿到通化暨论高台湾企业冠军。但去看彭桂华点心做下嘅故事。了了总是到将个鸡卵糕换做糖化鸡卵糕，特别嘅蔬菜就会表面嘅花草总是了了，就会看得到嘅浓墨鲜奶油嘅成分，喺糖上加入糖粉所做嘅。QQ 的必拌皮去包起来鸡卵糕，我建议因为记得较冷，所以其实了做的保温，它甜的，一点甜，没细甜的东西，做的保温。个花呢，记得有较酱，又做得开，又做得熟。也就会讲，糖化鸡卵糕嘅主体係喺海面雞卵糕，即表面兼定糖做嘅面皮，嚟種做工費時又有藝術價值嘅雞卵糕，體現到19世紀嘅英國，當時係本人看作係貴族嘅表徵。也係公平式的一種象徵，象徵說你的就是你做的越高貴，你的蛋糕越多，發越多，你要表示你的地位越崇高。彭桂華講。糖化雞卵糕傳到台灣將幾年嘅時間，目前市場接受度並無高，因為假使同一度係日本雞卵糕嘅89倍以上，做一個就要幾日，所以無論係師傅還係消費者，大部分攏無乜嘅興趣。做糖化雞卵糕你有一種意大利蛋白霜意大利蛋白霜佢倒落去糖化佢會硬蛋白霜會硬，很厲害係。米嘅精巧嘅糖粉，其他油，你那種台灣你咩做得？冇幾個時間，糖霜同糖粉攪完過後，看起來就像打發嘅鮮奶油香款，刷下來就看豉油，加入食用色素。攪下，嚟糖霜打好咧，你攪下就會變色咯。佢啲喺泥膜攞佢封起來佢就會變硬嘅咯。所以意大利蛋白霜給它特色就會變硬。對。彭桂華係關內小數做糖化雞卵糕嘅師傅，佢講做一個8寸雞就要2-3年嘅時間，所以應該當小人願意去做。剛開學嘅時間，我先生裡面冇支持，都未佢講做嘅東西按優秀佢就講，哎呦。人來不用做按細緻的東西還裡面冇阻止我。其實彭桂華行業烘焙嘅兩月只有幾年嘅時間，本來都是好做營養午餐嘅主廚，而是到10年前嘅相片，佢嘅人生出現重大嘅轉變。當結束就開刀，發現嘅時間就去嚴重嘅，所以我規隻蛋嘅全部拿脫。手術過後嘅彭桂華，本來攞到血管遺產就是第一個出發，冇想到心肝度嘅泡沫慢慢集權。也是說是因為我較開朗就講我因為得到嚴重嘅病，因為開刀我規隻肚臍一隻傷喺當場，我就自己都解想講我因為人，我按3萬按認真，按大病我因為得到嘅病，按痛家就見到個自怨自艾將開始彭桂華無積極去治療，時間久咧越來越嚴重，每下還抽到憂鬱症。有一隻聲音其實來講，你人生按3萬做乜嘅，唔是走條路，你就去跟去自殺啦。其實一隻上市人來講，你人生做乜嘅按辛苦唔是按容易要辦嘢。彭桂華講，將開始佢當然弄頭無卡叫，乜嘅事也冇想做，都還有一叔叔自我意識嘅事，佢同自家講，辛苦建立嘅家庭，是唔得放棄。結婚按多年，4年大咧，我先生阿幫已經
都公寓阮都透天的屋，按太见本来，还有买一台车780万的车本来，我想讲，人人将开始啊，要做得后年呢。超到由于近个2年，老公同生人喺彭桂华青态界边壁山，日头嘅时节，佢开始接触艺术创作。我就好画画、素描、国画，都该为沉淀自己的心灵，我就都按开始做嘅时节，我接触到烘焙，我想讲，做的作品有感意思啦，没请好，该是肉的是年人，是年人啊，就自家慢慢的留去团体去。向江河嘅彭桂华为自家添出一个目标，去考到4点业绩证照。不过呢项考试要求棒4点几两个3项拢会通过，又系要考试嘅录取率无3%，所以佢考试嘅课程涵盖咩些？等于要对拖延要梅操车到台北8里上课。又当日把那个材料又冇摆到个飞训，又在练功房。练功房其实标本学生会去练习的，1年前2天2年，我就把那些搓火茶，又转茶，又中心好，把那些拄到落水的时间，用手款的重重的给人给转来，面胖转来，结果又冇输过落卡渣的，冇去下面都在等茶的，假时个假时间就想讲，我用我。做这样的事情哦，我做的不是按辛苦啊，结果我就老自家讲，放弃嘛。有不卡人同朋友嘅支持，彭桂华一直冇放弃，姊妹其实现理想拿到业绩证照。几年来，佢嘅想法都无限，除了同工作室关注糖化几两个嘅天单，也都一道下期太好教课。我们戚风蛋糕都是什么活动膜，几乎都是活动膜。那固定膜的话，我们会做什么？轻乳酪蛋糕啦，重乳酪蛋糕啦。彭桂华无效同所有嘅时间，拢变做商业嘅生产行，因为同学生共下嘅感觉，比他做下度无限定做4点，行较心实。我们今天是用到奶粉，这个奶粉是全脂奶粉。你不要说我家有什么高铁高钙低脂的，你就用那个，因为那个含的成分不一样。香港我学习的方式人也无强壮，因为我老大我自家家庭主妇，学习的时间无地方学。我就讲做得老我学的东西交给所有的家庭主妇，然后大家分享，我就有一种乐趣。10年前嘅一场片，本彭桂华开始接触4点，唔单止考到证照，2008、2009年，还得到糖化几两个台湾区冠军嘅肯定。彭桂华嘅4点做下地板，本欠悠悠启发性。也如系下礼拜嘅客家新闻杂志，感谢大家嘅收看。有乜嘅意见，也顺自行嘅提供，每场同俺哋联络。再会。
拜。